首我的心心你着唱歌，咱吟第1到第3集。593首，拄着7连载，为你真艰苦。咱来第1到第4集。拄着7连载，为你真艰苦，一到落一世无情的无路，你所得的文书导航最后来去，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主的文书你着算着笑，主的文书你敢算会了，主的文书当算袂记，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所以经过7年无论大细事，无伫落一世望上帝应做主，你所得的文书照顾上来求，主的愿为后在因带到天国，主的文书你着算着笑，主的文书你敢算会了，主的文书哪算袂记，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咱斗阵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要感谢俄罗你你的慈悲，你的疼痛，你留了宝血来洗净阮的罪过，换阮做新的人来享受你丰盛的恩典。我们来你的殿你的院来敬拜你由你欢喜才来阮的敬拜，阮的诗歌，阮的虔诚所做一切的祈祷咱同心来祈祷，欢喜拢是互靠主耶稣的尊名，阿门。
陪大家平安。今日足欢喜，阁会当阁一遍实体聚会，甲咱三甲来敬拜咱的上帝。请咱用谦卑欢喜的心来准备今仔日的聚会。就对上主欢呼，就欢欢喜喜来敬拜上主，就唱赞美诗歌来到伊的面前，就知上主是上帝，伊创造咱，咱属伊，咱是伊的子民，是伊无养的羊群。现在，请咱三甲来吟两首的圣诗，圣诗308首甲圣诗315首，请起立来吟全首。
第二首是315首。请咱三甲拗头咧祈祷。上帝啊，你是美善的，你的慈爱刷到永远。总是阮伫困难的时阵，阮也要找着理由来敬拜你。伫耶稣基督内面，伊赐予阮得胜甲丰盛的性命。因为安尼，阮要感谢你。虽然阮不配。你犹原将无条件的疼甲疗伤灌溉伫阮的身躯，无论未来日子要如何，阮要大声欢呼，因为你甲阮伫地，伫阮对敌的面前，你安慰阮，嘛祝福阮。无一件代志会当甲你相比，嘛无任何武器会当甲你为敌。通过你。阮伫一切代志顶面已经得胜了。上帝啊，愿我会当叫你的名得到荣耀，愿阮的嘴所讲、心内所想，拢是要称赞你的名。愿阮一生来学乐你。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求，阿门。这是请咱三甲来启应，伫圣诗后面。伫圣诗后面，启应文第25篇，也就是诗篇103篇。我的心神嘛，着称赞上主。我的心神嘛，着称赞上主。伊赦免恁拢总的罪。伊救你脱离死亡的陷阱，伊用逐款好物，互你一世人满足。上主实行公义，
上主有慈悲，有仁爱。伊袂久长责备，伊袂照咱的罪过责罚咱。天离开地有偌悬，东离开西有偌远。老爸安怎样疼家己的子囝儿？因为伊知影咱受造的本质。人咧，伊的性命亲像草，风一个吹就消失。毋过上主永远疼惜敬畏伊的人。就是遮个遵守伊的约。上主伫天顶设立宝座，有大权能的天使听从上主的话，恁拢着称赞上主。所有的天君执行伊旨意的差使啊！伫伊掌管各所在，所有的被造物啊！我的心性啊，着称赞上主。这是请咱坐伫来吟圣诗305首。我的心性，你着唱歌。这是请咱三甲来恭守上帝话，记载伫《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8节。我有读台语，请兄弟来读华语。无论啥物状况，拢着爱感谢，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爱恁遮个属基督耶稣的人安尼做。愿主赐福听伊的话人。这是赞美，要邀请本堂的小诗班来学录因所要因的诗歌是《我主上帝》，我主上帝。
这是要邀请本堂牧师来讲道，伊所要分享的题目是感恩的生活，感恩的生活。兄弟姊妹平安。那今仔日呢，代表教会欢迎咱主心之家作为咱的学生，还佫有遮个家长吼，来咱的中间。咱有几遍拢见面吼，伫即个主心之家的所在。较早拢是牧师去恁遐，即嘛即道真欢迎你来咱遮吼，安尼。即个理事长总干事呢，苏真也是教会遮的人吼，我相信也是真大一个疼心，伫咱即个主心之家迄个集中遐个所在吼，来服务咱真侪遮的家庭。教会嘛是真注意遮个代志啦吼，所以真愿意有即个机会互咱主心之家遮个学生，也是遮个家长吼。以及遮个李干事来到咱的中间，来甲咱相同来做礼拜，非常欢迎。那今仔日呢，应该是嘛是咱伫即个教会历的中间呢，是一个感恩节吼，所以咱来特别用即个感恩的生活，来甲咱兄弟姊妹三甲来分享，咱三甲来祈祷。主要所祈祷，愿主席伫你面前，做着感恩，一日看顾。交伫现今，虽然一年中间，也是这2年的中间，世界的情形状况有真大一个波动。我嘛是存着感恩，因为真侪代志我无通明白，毋若是因为台湾真平安，但是世界真侪遮了乱的时阵，阮的心嘛是共款对着遮真侪事起起落落。上帝啊！但是真学得来明白了解的事，我永远相信上帝，你是伟大的上帝，你是掌权的上帝，你所行的代志，拢出自上帝你的慈爱，甲你的宽容的奖励。所以呢，阮伫这个时阵嘛，存着感恩，无论是世界的事，还是阮个人的事，我嘛会当找出真侪感恩的事。这是阮坐伫遮值得感恩。这是我嘛真有感恩的心，感谢苏真主心之家因用真大的疼心来服务遮真侪遮学生真侪遮个弱势的家庭。虽然每一个人状况无共款，但是上帝你总是有遮个疼运作伫整个世界中间。我会当存着感恩的心，因为当敬拜全能的上帝。这嘛是真好的事，我非常卑微，我也是伫真侪无好我家己本身无够完全的时阵，但是上帝你用你的疼接纳阮亲像老爸接纳这犯错的细囝共一样。上帝，阮伫你面前有真侪兄弟姊妹相同敬拜，这都是通欢喜的事阮现在会当伫室内，阮会当有一个健康的身躯伫这个所在出出入入而且来敬拜，这嘛是感恩的事。主做事，上帝互阮存着感恩，存着欢喜，互阮的心思、阮的意念，都真正面带来真好的一种想法、态度，安尼阮会当用欢喜的心来面对生活中各种的代志，包括阮看做无好的代志。上帝恳求你引带阮，互阮有喜乐的心，阮来敬拜，嘛有敬畏的心来敬拜你。愿你得到荣耀，愿你祝福伫所有在座兄弟姊妹，以及主心之家所有这学生甲家长以及服侍这李干事。我们献上阮的感恩，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如果咱若是出世伫这个50年代比如讲你是民国40几年、50几年安尼来出世，也是搁较早安尼。甲我同款，我相信咱拢成长伫即种生活相对较困难物质较欠缺的一个时代。有时咱若咧开讲的时阵拢会得比较啥物呢？毋是比较啥物人生活过得较快活，拢会比较啥物人生活过得较无快活，对毋对？啥物人食番薯签食上多？那像在讲的时阵，咱都会当表现出伫迄种艰难的环境中间，咱的即种英雄的气概，
迄种日子我有经过，迄种日子我呢艰苦，我嘛经过过来，哇！就表现出迄个英雄积极的感觉。如果咱若是迄个时代人，咱就知影，咱拥有现在这一切，毋是理所当然。安尼勤俭努力，台湾的经济发展，到伫现在，安尼咱生活较快活。总是伫迄个时代时阵欠缺时代，这是一个真艰难，需要咱去安尼不断奋斗。当然到伫现在时阵，经过这段艰苦的日子，咱现在生活有较好势。当然，这个安尼真好的一个环境，不断安尼建设，较早咱国防教会伫遮时阵是较偏远的所在，城外的所在，东门城外、西门城外，但是嘛发展了真好势。这有真利便的一个生活交通，咱有真好这个物质的一个享受，咱出入的拢是方便，咱嘛有全世界这个 CP 值上介好的这个医疗的体系，安尼，你若小可艰苦，还是怎样，就去病院，搁近安尼啊。你若无艰苦，讲要做一个检查嘛是会使安尼。所以这是慢慢，互你感觉讲，这种环境愈来愈好时，毋知咱会去袂记你较早迄种艰难的环境袂？这个差别就是讲，伫困难的环境中间，咱会感觉毋是逐项拢理所当然。但是现在过了生活介好的时阵，咱反倒转会感觉讲，这应该啊，这个真自然啊，这是理所当然啊。然后这种的想法，咱可能就无法度去安尼感恩的心。有时阵咱来看这个政治的变化时，咱对政府要求足多。比如讲，即摆有一个疫情，咱就有一个疫苗，买伤侪疫苗嘛袂使，卖完。买无够疫苗嘛袂使，你搁会当经过来种疫苗，我迄种搁无搁欠缺，就卖完真济安尼。政府常常讲，都有紧做若有啥物种疫苗，你就紧做。讲我无爱，我一定爱啥物种的若无应付较够时，就卖完。拢是安尼。那所以呢，慢慢伫咱的生活中间，毋知你现在，你会想起你过去这种艰苦的生活，为着现在来感恩了袂？是你感觉讲，我即摆现在一切所有的理所当然，都是应该这种生活，咱无度感恩。所以呢，咱有真侪时阵，若是咱的物质，也是讲咱的欲望无度提升，也是无度满足我本身的需要，供应我的时阵，有真侪这样卖完。有一个报道是安尼，就是讲你的银行若有存款。无讲偌济啦，就是若有存款，毋是迄个月光族毋是讲迄个卡债足多你个到尾会食米，你食饱，你佫会当啉着清气的水，你比世间70%、70%、80%人，安尼佫较富有、较幸福。但是咱敢袂为着种有食、有通水、有水有通穿，咱就感觉感恩呢？通常拢袂。但是你要知影，你是比世界70%-80%的人更较富裕、较幸福。圣经教导咱得要有一个感恩的心，感恩这非常非常重要。有几项伊讲到为什么咱会感恩？这个感恩拢是甲创造万象、供应咱一切需要的上帝有关系。第一项，感恩是顺探上帝的旨意。那上帝旨意是啥物呢？就是咱拄则所读的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遐讲到，着不时欢喜，着继续祈祷，无论啥物种的境遇，拢着感谢。才强调，无论啥物种的境遇，啥物种的境遇拢真多嘛，大部分拢是不如意的境遇嘛着感恩。然后伊讲呢。感谢这项事是上帝的旨意，爱恁遮的属基督的人安尼做，特别咱基督徒的人来感恩，无论是啥物种的境遇。有所书第5章嘛是安尼讲，咱靠咱的主耶稣的名，为着逐项代志，时常感谢天父上帝。逐项，这个逐项包括好包括毋好的代志，咱所拄着的代志来感谢上帝，而且这两个圣经上拢是讲到，咱的感谢是甲主耶稣基督有关系，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
伫主耶稣基督的内面感恩，所以毋是我决定，即个感恩的内容是啥物？毋是我来决定，啥物着感恩，啥物着埋怨。伫即个所在只有一个，就是讲，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关系，我逐项代志，无伫啥物种境遇，拢着感恩。所以对咱来讲，这是真奥直明白的事。凡事的感恩，哪有可能？世间遮尔互人遮尔侪互人痛苦的代志，这样互人失望的代志，哇！拄着这时阵，感觉讲啊，上帝啊，我着爱去面带笑容，哪像安尼，这痛苦的不如的代志无存在共款安尼啊，无看到，拢无代志，所以我着欢头喜面感恩，毋是安尼吼。这个代志发生的时阵，怨叹、埋怨，这是咱一般人的正常的反应。正常，那表示讲，伫无论啥物种状况中间，拢着感恩，包含不如的代志啊，感恩的时候，这毋是咱一般正常的反应。但是，伫这个所在讲到，伫上帝、伫主耶稣基督的旨意内面，咱着感恩。所以，这是一种咱因为顺探上帝的旨意所做出的一种的选择。不如意，但是我会当埋怨。但是我要选择犹原感恩。有真个代志、痛苦的代志、不如的代志，我无明白为什么安尼，拄着安尼发生安尼。着明明遭受真大一个艰苦的事，但是我嘛选择圣经内面讲，上帝旨意是安尼，伫主耶稣基督的内面，咱着逐项状况顺探上帝旨意来感恩。第二项。感恩是因为咱信靠上帝主爱的掌权，伫万项事内拢伊知影，伊伫讲理的中间。罗马书第8章原来讲，咱在万项事互相运作，这嘛讲到万项事。万项事包含你感觉好的，包含你感觉无好的，万项事拢互相运作。互遐个听上帝人。就是照伊家己的旨意选调的，拢有利益。伫咱有限的一个知识、有限的一个眼光的中间呢，咱拢真好去判断。这个判断常常嘛，拢安尼配合咱家己经验啦，咱家己的感觉啦，咱家己的利益啦。我看这是好是毋好？伫咧比较中间，我感觉好是毋好？安尼这个华人的文化中间，有一项就较讲，你感觉好的，可能这个好的物件带来无好的哦，这个无好的物件可能带来好的哦，所以这幸福这中间变来变去你无法度去讲到，我即马安尼去钓乐透，这是大福气的代志后来甲你讲钓大乐透，可能就是你灾难的开始祸福相依所以咱毋知影。所以呢，咱若相信上帝是主爱的上帝，是伊咧掌权的上帝，一定互这个发生的代志，甚至超过咱去所判断的这个代志，互相运作，互咱安尼得到真大利益。甲咱的囡仔共款，有时你囡仔你找囝来着安尼修理安尼管教，对伊是好毋好呢？这对伊可能是好但是咱咧真严格的要求，着甲这囡仔安尼有当时安尼伊也无欢喜，你也无欢喜，这是毋是好呢？管教这有是好安尼。有时你在处罚所以呢，这有真侪时阵是较严格在限制这对伊来讲是一个足无好的代志，因为伊失去迄个自由，伊家己的欲望受到真大的限制但是是对伊好所以呢。上帝和万项事互相运作，所以呢，你来当感恩，这是因为你的信心来承认、宣认上帝伟大甲怜悯，而且你也相信上帝伫这个圣经内面所讲的应允。咱通常的观念讲，既然上帝是主爱的上帝，佮有能力的上帝，敢会互我拄着遮尔困难的试炼吗？对着圣经的话，牧师的回答是对，因为上帝有时互咱拄着顺利，
较侪是这逆境，较侪是这试炼。有时咱嘛经验上帝丰盛的供应，但是这个万行事运作，要互咱得到利益。所以咱会感恩，就是承认上帝伫咱生活每一个时刻、每一个造物、每一个细节中间，甲咱掌管。当然有时咱也问讲，上牧师凡事敢互包含即个罪甲苦难，别人都做毋对，别人都咧犯罪，甚至呢，最近呢，因为即个开车擦撞，一个去用拍着伤，我说这种代志敢着感恩？这是安尼，歹事、罪恶的事，毋是上帝之意。所以呢，上帝无爱咱为着罪恶来感恩，对不对？因为这毋是上帝之意啊。所以咱的感恩是因为这是上帝之意来感恩。咱毋是出于上帝之意，咱就无感恩。甚至咱若做违背十条诫命的代志，违背罪恶犯罪恶这代志，因为罪恶受处罚，咱袂当因为咱犯罪这样代志受处罚这样代志来感恩。因为这是出于罪，总是有真侪时阵，别人的罪恶可能互咱受苦。所以呢，这种情况就是，咱毋是为着罪恶本身来感恩，咱是有时阵咱活伫某一种的罪恶中间，无完全的生活中间，总有真侪困难中间。困难本身袂当来互咱感恩，但是咱生活伫困难这个环境中间的过程，后来是会当互咱得到真大利益的。安尼吼，所以罪恶本身以及咱伫罪恶中间所拄着的生活，对咱的磨练，对咱信心的考验，这是通感恩。所以有一句话讲，咱得用感恩的态度甲思想，为你每一个时机、每一种的状况来下定义。伊个意思就是讲，我要怎样用什么态度来看这项代志呢？我要用什么种的态度甲想法？来评价这项代志，就是你为着这项代志来下定义。圣经内面都讲，你就要用感恩的心来下定义啊。安尼无共款的定义，会互咱对这个环境产生无共款的看法甲反应，甚至会影响到咱未来的生活甲人生。有一本册的作者吼。这本册叫做《密室》差不多伫阮这个年代这《密室》这本册呢，非常非常流行，叫《Hiding Place》。这个发生伫这个荷兰我有一段时间住伫荷兰，我都捌去看这个《密室》这间厝密室是什么叫做密室密室三色间看我来就是讲每一个房间内面架一条安尼用墙架起来你咧看去的时阵拢看袂到啥物件。其实呢，伫即间房间中间，佮架一个小可墙差不多下尔啦差不多一两尺安尼你总徛伫内底袂当震动安尼袂当震动你若秘伫内底拢袂当震动要有一个柜衣柜对软入去秘伫所以呢，即个纳粹党伊若来时哇，听讲你遮有唱人出来看，拢查袂出，讲无安尼，当然袂使拍骹唱啦也袂使打嗝也袂使真大声喘气，密室内面，原来看都去即种无安尼。人去互美国真正去互发现安尼所以呢，即家人就去互掠去迄个纳粹迄个集中营。即个密室呢，就是咧讲即项代志，因即个过程内面，后来伊受理去到遐时，姊妹两个就跪咧祈祷讲上帝阮即摆互来掠即个集中营，即集中营即生活出歹过日。阮毋知要怎生存落去，毋知影上帝，你着互阮知影要安怎样生存，保守阮。因咧祈祷的时阵呢，这段圣经就出来讲，你着凡事感恩。这个妹妹就讲咱着为着咱来遮来感恩。这个姐姐就讲妹妹来到遮这个生活这样困难，哪有法度感恩？我嘛毋知影咧我咧祈祷这个圣经节意念就走到我的头壳中间既然圣经讲凡事感恩，就来感恩嘛
伊敢是为着集中营来感恩？毋是，因为集中营本身就是一个罪恶物件所在，但是因为着因的上帝允准因来到这个集中营、这个生活、这个环境、这个造物来感恩。这个差别是安尼。那所以这个密室呢，后来这个伫集中营过身这个妹妹有活落来，活落了，伊就写这个密室这本册，哇咧足多好见证，足好见证非常非常畅销的一本册。你就讲到伫即个集中营中间，因怎样过着一个感恩的生活？伫集中营的时阵，因为感恩心中有欢喜，而且呢，因伫遐来传福音。迄间的内面，咧密杀真多跳蚤足多，生活歹过安尼。然后即个妹妹讲，咱来感恩。即个姐姐讲，妹妹咧密杀家走真济呢，安尼上安尼艰苦，这敢通感恩？我嘛毋知影，咧密杀真济无感恩啊。为跳蚤感恩。后来伊写见证的时，伊讲伫阮咧聚会时阵，这集中营内面所有这个犯人拢安尼听福音，伫遐聚集，这个守卫拢会去巡查，敢若伊一间无爱来。为什么无爱来？因为即间的密杀家走真济，所以若经过遮这所有拢无爱入来。安尼，伊讲上帝这就是为着密杀家走感恩的一个结果。安尼，伫上帝旨意内面来感恩。因为罗马书第8章也讲到，咱着感恩，凡事互相运作，因为上帝互遐听伊的人，就是照伊旨意选调，而且甲伊同工的人，互万事拢对因有利益。意思是讲，甲上帝同工，伫集中营中间来服侍，甲伊同款关家的人。照着上帝旨意来服侍因，甲上帝同工，因得到真大的利益。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当因来到集中营，伊定义集中营的生活，用感恩来定义的时阵，上帝互因伫集中营过着完全成就无共款的一个旨意。后来伊当写一本《Hiding Place》这个册。如果伊若是充满一个负面思想、真正歹运的人，我相信伊无法度写出这本册。也无法度透过这本册来安尼做较大的一个见证，安尼。后来我去伊的厝，去伊的厝的时候，伊的厝已经安尼分别出来，专门的咧做对安尼国内外真侪人来遮参观了，伫遐做见证，安尼。所以这是后来安尼成就的代志足多。我相信伊若无这种的定义，因所拄到的代志，这个代志就袂发生。但是伊用感恩来定义。因所过这种困难的生活，就真做因家己本身的利益，也真做世界足侪遮的人的利益。第一项就是感恩是顺探上帝旨意；第二，感恩是信靠上帝主爱的掌管；第三呢，感恩是咱对上帝旨意的一个委身。所以这是一个行动的表现。所以，大家感恩的时候，无拄拢是真大赞的代志，哇，真大一个改变的代志。可能是咱每一天所做出的一种的决定，伫你每一天的生活中间，为着你所发现的代志，去感恩。迄个昨日我就接到交通的罚单，这个1600块。我看这日子是去参加这个上年团契伫内湾的这个退休会，安尼。上帝我去参加这上年团契退休会呢，我嘛咧服侍呢，搁我开单，真正足无意思。你安尼想这段路呢是3号公路，有一寡路段是70公里，有一寡路段就本就变50公里。安尼，所以我咧开，即马这罚单来是几公里呢？62公里。我若开70，我就慢慢开就一定是70以下。你搁50，
啊，佫有10公里的上限，嘛佫超过2公里呢吼安尼。听牧师，我你若开紧佫缓缓吼，无啦，无缓缓啦。但是接着就是我甲牧师拢伫遐笑的，安尼啦吼，安尼笑啊，去到的吼。我就是我牧师，上帝啊，这是真好的代志一项。我迄讲就是要转来住摩登啦，已经去掉这内湾啊，但是下晡就是安尼赶转来住御风社。我着感恩上帝啊，有够好的，我住摩登啦拢毋免钱，佫会当住摩登啦、莫德纳吼。免钱，1600块就那像医疗费用好啊。第二，听讲住摩登了后呢，拢会啥物反应啊、头壳晕啊、啥物戆来戆去啊，啥物。上帝啊，好安尼吼，1、2工伫遐有住了后，开车佫安尼平安安尼来去安尼。所以1600块值得，小事哈。就去搞了，就完全拢无受影响。2个淡仔讲有笑，甲无算2个，1600块感恩。诗篇103篇咱拄则所读的启应，伊讲毋通袂记咧上帝一切恩惠，有时咱犯错，但是上帝原谅咱，赦免咱的罪。有时阵咱有患病，上帝有医治我，医治咱。有时我拄着死亡的威胁甲危险，上帝有当拯救。甚至有一天，我若行到人生的煞尾站、人生的终点的时阵，亲像花蕊冷去，亲像青翠的草孤单，但是上帝嘛永远袂离开我，这是感恩。我一天差不多早暗爱食10粒药安尼，佮点目睭药。我讲，我食药时拢足感恩，真诶。慢性病若无这药来控制，一定影响到咱的生活品质。咱若到这种年纪你就知影，无食药啦，啥物管啦、加啦，啥物大堆该管的，无应该管的管啊，无应该加的加吼安尼。佫真侪其他带来身躯的无方便。我过去有讲，我点目药已经点40年。你拢毋知影，目睭我得老花眼才戴眼镜呢。无我讲，我点目药40年。每一遍我若点药时，我着真感恩，安尼。你哇40年，你都袂感觉神哦？我袂。我若点的时，就感觉上帝啊，感谢你，互我点这药啊。因为我若无提早发现，就青面去啊。提早发现了后，咱的医疗佫有药逐咧控制你的问题。眼压，安尼，所以我即摆眼压是安尼，有药就正常，然后对发现到现在拢无搁恶化，真大的感恩。即摆老花眼今日看无，但远的当看足远1.0吼。过摆咧小姐若当切到1.0，我人讲，搁继续，我搁看有，安尼，哟，安尼就好1.0就好好。感恩。几多年前，我去国外参加一个基督教的一个退休会。这个讲道的人，伊是一个斯里兰卡的一个医生。斯里兰卡是佛教国家，但是嘛有基督徒。伊咧做见证，伊讲有一天半暝的时阵，伊的诊所火灾，规个诊所拢烧去。伊就赶到这个现场的所在，伊就看到种，哇，伊的诊所拢无去啊！伊安尼见证讲，迄天我看到安尼火咧烧我的诊所的时阵，我的流目屎，搭上帝祈祷，上帝啊，这个大火会烧起我所有夺走我所有的诊所一切，但是袂当夺走我对你的信心。哇，真好！我失去我的诊所。上帝啊！但是我感谢我，阁有上帝你。上帝啊，你才是我永远的产业。听这个见证是足有力。这个斯里兰卡的人吼，就是咧乌啊。我看到规个乌甲发金的面容，带着安尼真满足感恩的。你讲这个见证是有一个感恩的笑容，真乌嘴齿白白啊。
悬悬落落啊！我看见咧见证这样代志时，足受感动。伊对伊的面容中间有一种的感恩的光彩，那像咧发光共款。所以到伫现在安尼，差不多30几年，我犹原感觉印象足深。啊，竟然有这种见证，竟然伫这佛教国家中间有一个斯里兰卡这个佛教国家时，有一个遐尼敬虔的医生安尼来做这个见证。感恩，咱每一个人拢会经过人生，在咧经关关家家。你若咧清点一下，点看你阵有这问题无？婚姻的问题、家庭的问题、财务的困难。囡仔表现无符合你的期待，囡仔甲老爸老母紧张，你健康的问题，像我的健康的问题，到这每一个年纪来讲，但是我犹原相信上帝的关联甲慈爱。上帝有关联甲慈爱，无代表咱会当避免真侪这苦难。人生所拄着不如意的代志，比美好的事搁较多。如果咱若选择负面的思想，咱就用负面的想法来定义所拄着这个代志，有可能影响到你整个人生。因为这些无如意的代志，逐项你都要来负面解说。安尼像业绩的时阵，业绩到尾你爱去看觅你的面容是较忧愁的面容，还是较灿烂的面容？是咱感觉到忧苦安尼吼，面头角安尼吼，捏过来捏的面容，还是安尼真灿烂？有阳光，真喜乐的面容，咱去看觅。你讲真正是无真好，咱就要开始改变，对今仔日吼。所以呢，你怎样定义这个问题就会决定你要成做什么种的人吼。咱的人生有真侪这无数的片段来组成，就那像puzzle是什么？拼图共款对，有真侪歹代志，你感觉我这片我看袂清楚这片到底是啥物所在？这片到底啥物意思呢？这第啥物种意义呢？你若无规片拢组起来，你看无。有时咱看这个乌啦，色彩敢若毋是你真欢喜的色彩，你看到这块本身咱就反抗，你若埋怨，甚至埋怨上帝讲上帝哪会互我这片的拼图安尼，色彩都无遐水。如果咱若培养一个感恩的心，咱对上帝有信心，咱知影有时阵咱看做无好的一个拼图，这样代志要成就真好的事。我拼过一个拼图较早捌讲过，规堆拢乌索索，咱看着感觉色彩无真好，乌索索不同层次的黑。你有几片敢若黄色的尔？我就真耐心安尼安尼用10种方式不同颜色拼到最后时阵，啥物道理毋知影？就是一间非常暗的一个房间内面，倒顶一支蜡烛，哇，有够水！这蜡烛迄个光有够水。你若无拼出来，你就袂感受讲，这个光伫黑暗中间所发出的意义，甲伊的重点。所有焦点拢看到，哇！这黑暗中间有光，这是何等美好的事！所以有一个时阵，上帝是透过真侪无共款的拼图，甚至黑暗的拼图，要互咱的生命发出光。咱有经过真侪试炼，然后呢，这试炼要训练咱有一个忍耐、一个诚实、坚定的品格。所以你敢知影有一条歌叫做“橄榄油”，这橄榄籽你若无安尼来压榨这袂出油啊！你知影油上介好，但是你都要起来压榨，互出油葡萄汁嘛是共款葡萄汁你若要出葡萄汁，你嘛来压榨，互伊出葡萄汁嘛所以若要出真美好这饮料，还是这油，要经过压榨所以这个过程就是讲，上帝互咱感觉就生活中间真大问题、压力、烦难的时阵，互咱美好的事美好的内在会当发挥出来用感恩的心、感恩的态度来定义每一样事，甚至为着你所毋知的代志来感恩。
你讲上帝啊，我无明白这项代志为什么发生，我也唔知影这项代志将来要安怎样发展，但是我选择，像是你的话讲，我选择顺服你的旨意，我嘛信靠上帝你的主爱甲能力，我嘛委身要来遵探你的旨意。上帝的旨意就是，无论是啥物种的境遇，拢着感谢。靠着咱主耶稣基督的名，为着逐项代志，常常感谢咱的天父上帝。咱三个来祈祷。主，我献上感恩，会当伫遮来服侍，这是何等好的事！有咱主心之家，有最侪遮的学生、家长啊，甲理监事伫遮，何等美好的事！每一个人拢有伊的故事。相信每一个人拢有伊家庭这真侪问题，所拄着问题，但是我会当超越这问题来敬拜上帝。我会当超越阮家己的问题，然后来做出真美好的服务，甚至服务伫阮社区周围这个人，表示讲阮有超越阮的问题，互阮会当加做别人的福气。这嘛是一个感恩，因为圣经内面讲，予人的比领受的搁较有福气。上帝啊，你的祝福，你所有的百姓，互阮对你的话语中间，会当学习感恩，来定义每一项事，也互感恩，这做阮心中的喜乐。感谢你，伫凡事的中间帮赞，互万项事互相运作。互听你的人，也是你所听的人，让最后得到利益。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是请咱唱回应的诗歌圣诗593首，拄着7年灾害为你真艰苦，请起立来因转首。我
那接下来我们邀请竹心之家的老师、学生还有家长，为我们来献唱2首诗歌以及事工的报告。我们欢迎他们进来。好，兄牧师还有中职哥，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恁伫个2008年吼，自新当搬厝的时阵足辛苦的吼，恁帮阮度过足艰难的迄个阶段。今年足感恩的，佮问恁的邀请，互阮有机会来到遮来分享自新的事工。那阮今仔日来的遮的。大哥大姐，因拢是社区那个咱长照卫福部长照西据点小区的长者啦阮服务的长者阮今仔日呢要唱的《平安如江河》因为客语对阮遮的那个无介熟啦尤其是教会歌所以伊嘛足认真在唱在练所以今仔日真感谢上帝好。阮遮的大哥大姐是头一届来教会甲咱做伙敬拜上帝，那咱真正是足感动的过来就是要邀请恁因为检查阮练的无遐尔咱基督徒足够唱歌的毋过咱遮的大哥大姐对咱的歌无讲介熟所以待会恁。甲帮阮加油一下，这加油呢用迄个哈利路亚，好不好？当唱到哈利路亚的时阵，麻烦恁甲阮加油，做伙唱，好不好？就是迄句哈利路亚尔好，多谢。年级的小朋友阮总共有38个囡仔，今仔日来差不多10几个。
真欢喜看到主心之家的许大人甲囡仔的敬拜。咱等一个奉献嘛，希望邀请大家两位主心之家。这个影片是这个暑假疫情期间阮线上上课时间。今年暑假，我们总共有30位孩子聆听神的声音。我们进行了18小时的灵性教育课程，总收会人次达454人次。感谢台福教会这次的邀请，也感谢过往的支持。公园教会，对不起，感谢公园教会这次的支持，还有这次的邀请，谢谢。你要尽心、尽性、尽力，
敬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路加福音第10章第27节。大家好，我是主心之家的副秘书长兼专任社工，今天将由我来为各位进行主心之家事工的报告。主心之家是由我们庄淑珍老师依循着耶稣的爱所创立的，依着他的信仰以及生命经历，秉持着对上帝的信仰，还有对弱势家庭的爱以及怜悯，在民国97年的时候，号召了一群社会人士，共同点燃了主心之光。成立的任务是协助政府推动弱势家庭关怀，推动全人生命教育，使他们都具有健康的身心灵生活以及社会适应能力。主心之家提供的服务包含国中小的课后照顾、学生校外生命教育，就是我们的爱你品格营，然后家长生命教育研习和亲子教育，弱势家庭的照顾与协助，还有高龄关怀。我们从106年至今都是政府长照11关怀据点的承办单位。然后为各位介绍一下我们的这张简报上面的照片。左上方的照片是今年暑假我们到个案家去发放物资的照片。受到疫情的影响，收入锐减，所以我们和合作单位协调，把原本的餐费变成物资采买的费用，然后一家一家的去送。左边第2张照片，还有左上方的照片，是我们关怀据点的照片。我们1周有5天会举行健康促进活动，每一季会举行1次庆生会，给长辈更多的社会参与，更好的延缓老化。左边第3张照片是我们今年亲子教育讲座的照片。中间下方的照片是美术课的照片。竹心一直以来都有多元学习的传统，我们希望孩子能够在不同的地方找到自己的优势，建立自己的自信。然后在右下方，那是我们今年因应疫情，我们严格落实防疫措施，在接送孩子的时候，要求一定要做酒精消毒跟体温测量。最后一张的照片是我们今年上反霸凌团体课程的照片。我们希望孩子能够面临到相关的问题的时候，能够知道怎么保护自己。主心之家所遭受到的个案，基本上都是来自于各式各样的家庭。有些家庭的教育资源相当的薄弱，有些家庭的家庭功能，更是薄弱到让人心疼。今年9月，我们有一位小女生入班，她刚进班的时候都带着异味，她会在班上大小便，她不敢也不知道怎么样跟老师说，她不会写自己的名字。经过我们的了解，我们发现她没有上过幼稚园，所以她不会跟老师报告，她也不敢跟老师报告，她不会使用蹲式的厕所，当然她更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因为没有人教过她。我们找到方法来协助他，请老师定时提醒他去上厕所，然后请老师指导他怎么样使用蹲式的厕所。在写功课的时候，握着他的手，一笔一笔的写。3个月过去了，他真的进步了，也长大了，在教室不会有味道了，干净整洁漂亮。自己的名字也可以一笔一画的写出来了。虽然不那么整齐，但是已经是从0到1的结果了。这就是我们在做的事情。今年的6月，有一个孩子从我们竹心之家毕业，也从他学校毕业，升上国1了。他在竹心的时候，虽然功课不是很突出，可是他在美术、在音乐、在体育方面都很有天赋。今年他参加了一项全国性的美术比赛，这是我们的合作单位举办的一项比赛。
全国总共有80几个单位参加。他很荣幸的斩获了高年级组的第1名。这个第1名的含金量有多高呢？我为各位讲一下。因为除了他以外，剩下所有的奖项，除了佳作以外的奖项，基本上都是另外一个单位的孩子们获得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师资的教育、师资的资源相差异非常的巨大。他们的指导老师基本上是美术教授退休等级的，所以他这个冠军的含金量非常的高。我们相信他在这次比赛获得了相当的自信，也相信这些自信会让他未来会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推动多元学习的原因。受到疫情影响，今年主心之家很多业务都受到重大的影响，很多应该执行的业务不是取消就是暂缓执行，到现在应该可能有些也没办法再执行了。所以今年我们的人事费超过了我们的业务费。可是呢，实际上主心之家的员工薪资大概跟基本薪资相差仿佛而已，加上因为疫情的缘故，我们今年的募款也非常的艰难，还要承担因为我们承办政府计划案必须要有3个月的代垫款，所以我们到年底会有120万的缺口。主心之家邀请各位会友能够成为我们竹心的好邻居，支持这份因为信仰而来的事工，成为我们的竹心之友。1天只要10元1个铜板，你就能让我们的光芒能够照耀更多的黑暗，能够照得更远。或者是来当我们的志工，陪我们一起照顾小朋友，一起陪伴长辈。或者是你加入我们，成为我们的会员，跟我们一起发光发亮。最后，邀请我们所有的会友，一起成为我们竹心之家的代祷同工。我们一起让爱走动，谢谢。好，这个掌声给我们的黄副秘书长哈，非常大的激励，因为他是个弱势的，他看不到。所以非常的，我们都已经因为他的能力，已经让我们忘记了他的一些不足。我也常常忘了他是个弱势的，看不到的。他非常的就反正就是感谢神就是他就是我们最棒的，我最棒的得力的助手，还有我所有的同工的都是，还有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你们成为主心的后面的守望者跟代祷者，也是我最大的，跟我先生我们主心同工最大的力量。好，谢谢上帝，感谢主。爱听别人亲像听家己。阮有气力会当真做帮助人的人。这时，请咱奉献，请起立来唱奉献的诗歌。同心额头来祈祷，听阮的天父，感谢你赏赐阮性命，带领阮的脚步。主，你赏赐阮每一个人无同款的才能，伫社会中工作服务，丰富阮的生活。
阮即时献上金钱做你圣工的路用，愿你感谢。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你的名求，阿妹。阿妹，请坐。这时请咱来掀开周报来看本会消息。第2点甲第3点吼，传道组甲关怀组伫主日礼拜了12点半，伫6楼教室来开会，请注意。第4点，每年教会事工研讨会，伫拜六11月27号拜六早时9点半到下晡3点半，伫教会7楼要召开会，请中职会当出席。第5点，请大家注意吼，东园彩虹圣诞剧的《狗狗天堂》会首演吼，伫本教会要举行首演，嘛邀请大家伫12月5号礼拜，也请咱的厝边头尾会当来教会来来欣赏。好，请牧师补充补。上尾请咱大家来唱常用的诗歌，圣诗392首。阿罗上帝万福本源，请起立。愿爸囝圣神上帝恩典，人民甲平安，甲恁三甲地地，对这贴直到永远，阿门。请坐，列倒，愿上帝赐福。